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这传统艺术也爱找出新出路。为了累积到自动布袋戏的创作，团结中心举办第2届自动布袋戏创作评选的颁奖典礼。今年的作品真特别，有以自闭症做主题剧本，也有宜兰孤山岛的人文故事。未来团结中心呢，也会和布袋戏团合作，把这挂特定的作品用趣味囡仔爱看的方式，甲搬出来。 你哦，跟你公伯哦最讨厌的，我跟他吹我呢，闭起来，闭起来，不要吹点，小伙啊，干无自教，我不要，小伙啊，干无自教。 金婚人格奖中剧团伫台顶播演的是去年儿童布袋戏剧本评选的特优作品，叫做《小好实习历险记》。仅仅一年过过去啊，团结中心拜二举办第2届儿童布袋戏创作评选的颁奖典礼。 他们有考量到小孩子喜欢什么，但是他们不会用过度幼稚的语言去做表达，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比较深刻的议题或现代的角度来做一些发表。团结中心做好戏，啊，唔知要办啥代志，孤山夫人真生气，来看儿童布袋戏。 这届优选的作品《孤山夫人》起家庆宴啊，描写的是宜兰孤山岛的历史和人文特色。创作者吴子健会想要用宜兰做主题，和伊的背景有关系。伊是宜兰国中的台语老师，想要用趣味的方式来让学生学台语，认捌在地故事。内底我有放较侪互动的部分，吼，包括着有一个内底有一个角色为山顶落来，啊，伊开始介绍讲，咱遮叫镜架头，加叫骹头舞，这可能咱日常生活吼，囡仔较讲袂出来的字词，啊，佮也是内底我佮有放一寡像咱宜兰的歌戏曲调伫内底。这届调定的作品拢总有6个，未来会和地方布袋戏团合作，用趣味的方式搬演给囡仔看。团结中心指出，伫咧今年5月到7月份，会启动第3届儿童布袋戏剧本评选的计划，奖金有10万块，鼓励更较侪人投入创作，让台湾的囡仔有戏通看，也会当创造多元的台语环境。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